把我丢进黑暗，我会带来光。道路太过艰难，我在你身旁。我所有做的说的，你不必理解。I'm the chosen one， 这一切自然扛在我的肩。什么原则全都被我打破，no matter I'm an android。看你那恢复夜空，晃动在血液中 ，You know I'm a tough boy。every 新的原则全都被我打破，no matter I'm an android。看你那恢复夜空，晃动在血液中 ，You know I'm a tough boy。201呼叫613小队。613小队收到，请指示。天选行动开始。各就各位，目标4大后，逐个击破。呼叫546，3号接近打击点，打击准备。546收到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议会中心就在联邦大道的终点处。当总统车队到达议会中心，就向侦士们送上。总统车队已经接近议会中心。好了，小子们，准备收工。上层开派对，基层跑段子。这个世界大会，好比烧柴呀！列车制动，打击准备。打击准备。你说什么？搞什么鬼？再见。报告，命中目标。入侵飞机操纵系统。成功登入操作系统，请输入指令。飞机制动，原地悬停飞行，关闭操纵系统。系统故障，机体无法操纵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群晖手动模式，群晖手动模式。系统故障，机体无法操纵。系统故障，4号，我的飞机突然失去控制，你那里什么情况？机体无法操纵。系统故障，空袭，机体无法操纵。报告，无人机已起飞。报告，命中目标。613，准备接触卫信。613，613。613，613，到。已屏蔽地区通信，准备接触卫信。收到，准备行动。集中注意。嗯。过会儿我会让卫沁露出破绽，你趁机开火。
务必造成致命威胁。是。你不会故意打偏吧？哦，不会。1分钟后入侵。是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议会中心就在联邦大道的终点处。当总统车队到达议会中心，就象征着本次大会的。又是你，给我接卫青。是。1号候补，总军部名将，汇报安防情况。总军1号，安防部署完毕，峡谷无异常，地表无异常。 1号候补，总军收到。总统车正在行进，保持警戒。1号收到。哎，跟中央军领导说话真累。累了那就补给一下。不要吧。按灯塔规定，1号应该护卫总统，但你却被排挤到地表防卫平民区。再联系上次测试的事故，我敢确定，针对我们的不是某个势力，而是整个联邦。这也太吓人了，我们根本就是众矢之的啊！烦不烦呢？联邦那帮人绝不会让你这边境元首的女儿当天选者的，我们很可能会碰到你死我活的局面。少校，4号、2号候补刚刚遭遇袭击，你那儿情况如何？老李。 我这边3号也遭遇袭击，你立即戒备，我们救救。紧急插播一则消息，就在刚才，3位天选候补遭遇了武装袭击。怎么了？嘘，回车上去，我掩护。珍妮。 魏上校，幸会。珍妮，珍妮，你怎么了？我控制了你的副官，通过他的公民芯片。你不是珍妮。任何人都有可能在某个瞬间不是他自己。事情的源头是天宫。人类为了对抗天宫，自愿植入公民芯片，向灯塔输送感知力和算力。 灯塔在天宫威慑下，守护着人类世界的安全和秩序。随时间推移，灯塔渐渐成为了公平和智慧的象征。但是，灯塔光辉的背后，还藏有其他秘密攻略。当灯塔连通人类，人类整体会分享同一个意识，就像我现在可以通过这个女孩。 来到你的面前，你是谁？灯塔不可怕，它不会操控人类。可怕的是，有人会操控灯塔。证据就在你面前，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你想？我想告诉你，我能让你成为天选者。 但你必须为我做一件事，你没有选择，天选失败，你就只有死路一条。至于要你做什么，下次见面再说。现在我要袭击你，千万别死在这儿。珍妮。
三，为什么不追击？再推他一把，把他推到极限。他已经伤了，不动手就我来。你别插手。在无数堡垒居民的面前，发生了一场针对三大天选候补的武装袭击。虽然三大候补已被证实毫发无伤，但这一行径无疑是性质极端恶劣。你也收到了？不太对劲，都收到了。你看总统完全不知道，出事了吧？总统先生，你知道这条信息是什么情况吗？这个先生，请回答一下，这条信息是怎么回事？总统先生，你知道这条信息是什么情况？请回答一下，先生，这条信息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罪犯可以发送全？总统先生，请大家有序发言，不要抢，不要乱。先是公然袭击候补，再发消息扩大事态，来势汹汹啊！我建议立即扑灭事态。同意，这显然是冲着我们来的。哎，让他们来，不要干预，就让问题充分暴露出来嘛。我倒很想看看，在经济、军火、科技、文化乃至基因等资源都被我们垄断的今天，还有什么事情是超出我们掌控的？报告，灯塔查出结论，这条内容为行动开始的警报信息，是由隶属于匠心仿生部队的530小队放送的。自己人，立即联系这支部队。怎么回事？报告局长，3分钟前，该小队出勤的地点发生爆炸，小队冲锋车遭遇袭击，整支小队失去联系。什么？灯塔还有其他结论吗？凶手呢？没有查到，灯塔只能初步判断出，近期可能还会发生其他的新型危机事件。新型事件，就是说灯塔都无法预测吗？全体都有，即刻启动战时机制。我们面临的可能会是一场风暴。小刘，530他们回信了吗？班长，57层附近有严重干扰源，无法获得他们的信号。放大功率，我们再呼叫一次。军用通信线路已接通，屏蔽天线，准备就绪，等候命令。准备。3、2。前线，呼叫530，我是冲锋车。前方出现严重干扰源，冲锋车无法稳定获取信号。冲锋车开启通讯干扰。信号不稳定，呼叫失败。
开启引爆装置，接入军用频道，准备发送全民警报。警报内容：行动开始了。勒不要了，不要勒，不要了，只发4个字：行动开始。在天宫的技术封锁下，就是计算机技术全面瘫痪。就是计算机技术瘫痪之后，人类从大自然中获得启示：蜜蜂社会行为、蚂蚁利他主义、百猴效应。最终，人类应用仿生学，建造出了可以突破天宫封锁的灯塔智能系统。灯塔以植入了公民芯片的全体公民为神经元，以高智商的人脑矩阵为丘脑，将全人类变成了一座超规模的半电子半生物智能系统。灯塔系统可以叠加人类的直觉思维和分析思维，以超强感知力和算力运转社会，并对抗天宫。每天过的是生活着，隔绝在乱世之中活着，不愿意让人岁月蹉跎，从不畏惧困难，从不害怕挫折，大家都要面对，已经没时间流泪，直到结局的时候，也从没想过会后悔，从来都不会去违背天选的规则，运气和勇气一直在配合，不去想会吃多少的亏，让自己后悔才是最大的罪过，让我拯救世界这是天意，难为的生命无数陷阱，开启鹰眼我要开始飞行，可这是当无处不在的危险，灯塔不一定能够带来光明，骗钱不一定只是能够无情，未知的恐惧来自天